妍希啊，而家小息啦，不如我哋去操場食下嘢啊！好啊！等一陣先啊，嗰度啲同學仔攞住紙牌喎，唔知到底喺度做乜嘢咧？不如我哋去嗰度睇下喎。好啊！馬頭涌官立小學提你，仲有302日就到。302日之後就到咩日子咧？我知，就係香港回歸10週年啦。梗係唔係啦，香港回歸10週年已經過咗啦。咁係咩日子啊？不如我俾你8秒時間去諗清楚啦。好啊！我知，就係香港回歸12週年啦。梗係唔係啦，到嗰時香港回歸12週年都未到。咁到時係咩日子啊？等我話俾你知啦，302日之後，即係2008年8月8號，亦都係萬眾中國人期待嘅北京奧運會開幕日。北京奧運會係咩嚟㗎？咁盛大嘅事，你咁都唔知啊？等我話俾你知啦。喺2001年7月13號，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宣布北京成為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嘅主辦者。當時，北京以4000幾票擊敗咗大阪、多倫多等4個候選城市。29 Olympiads in 2008 are awarded to the city of Beijing. The city of Beijing. 由於中國係第一次獲得奧運會嘅主辦權，國內嘅人民知道呢個消息之後都非常之高興，仲舉辦咗一連串嘅慶祝活動添。To the people of China, the Olympics have always been a center stage for expressing the human spirit, the epitome of achievement. A rapidly developing modern China, along with Beijing's increasing globalization, means the country is ready and eager to open its history. 跟住，中國就為08年嘅北京奧運進行多項籌備工作，包括興建比賽場館同埋基礎設施等等。喺2004年，北京市政府宣布，奧運會將會喺2008年8月8號夜晚8點喺俗稱鳥巢嘅北京國家運動場舉行開幕儀式，並且以同一個世界、同一個夢想為奧運會嘅主題口號。之後嘅1年幾十日，中國嘅運動員包括我最中意嘅籃球好手姚明同埋跨欄運動員劉翔，都會同嚟自世界各地嘅運動員混集喺北京一較高下，到時必定有一番龍爭虎鬥啦！唔單止係咁，今年香港更加舉辦咗馬術項目，而喺今年嘅8月，香港更加進行咗馬術嘅預賽，效果仲好理想㗎。原來302日後就係北京奧運會嘅開幕日，咁點解你哋攞住個牌喺度嗌啊？我哋係學校嘅北京奧運宣傳大使，所以要藉住小息嘅時間加緊練習，遲啲向大家介紹一下北京奧運會嘅資料。就等下呢個奧運宣傳大使考下你哋啦。好啊，即咁問啊！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嘅吉祥物係啲乜嘢咧？我知就係樂樂同埋盈盈。梗係唔係啦，不如等我話你知啦。答案就係由5個形象組成嘅福娃，分別係貝貝，即係代表鯉魚；正正代表大熊貓；罐罐代表奧林匹克聖火；盈盈代表藏羚羊，以及妮妮就代表北京意子。佢哋嘅顏色係奧運嘅5環嘅顏色。喺今年嘅8月8號奧運倒數1週年裏面，中國各地舉行咗唔同嘅倒數活動，福娃嘅係活動中裏邊嘅主角。除此之外，為咗表達中國人攜手備戰奧運嘅決心，
百多幾位嚟自兩岸三地嘅歌手合唱咗奧運倒數1週年嘅主題曲《We Are Ready》。We are ready， 把心和心都連在一起。We are ready， 巴菲你係咪有份主唱奧運倒數1週年嘅主題曲㗎？我梗係有份啦！我有份喺學校唱呢首歌，俾全校嘅同學知道，中國主辦嘅奧運會已經準備就緒啦。哦。哇！你睇下嗰個奧運宣傳大使而家先嚟喎！哇！你做咩咁遲㗎？我喺度練習緊傳送聖火，因為今年嘅奧運火炬都會途經香港，而香港人亦都有機會成為火炬手㗎。哦，但係你唔知道成為火炬手要年滿14歲嘅咩？我梗係知啦，但係我嘅爹哋同埋媽咪參加咗奧運火炬手嘅選拔賽，因為每個火炬手都要跑成200米咁多，所以我咪同佢哋練習跑步咯。唉，唔同你講啊，拜拜。咪兜住啊！我哋仲要揾多啲關於08年北京奧運嘅資料向同學介紹噶嘛。仲有喎，如果同學想知道多啲關於08年北京奧運嘅資料呢，就可以去展覽局嘅常識科展板度睇下啦。拜拜。